题型2，对话理解还有一种类型，就是没有文字，只有语音的纯音档题型。由于没有参考图片，所以一开始我们就要听得更仔细。我们一样采用2次听法策略。第一遍先听主要的问题和选项内容，听第2遍的时候，记得要仔细听取对话中的关键词，来对照选项。我们就用这样的策略来解题，一起试试看哦。我的钞票都未好咧，记你哈曾讲，唔想出去了。你先去查头处理票嘅事情，将来做打算。请问，什么险记去查头做乜嘅？1. 关火查，2. 打票，3. 退票。所以我们听第1遍，最重要的是把问题和选项听清楚。这里的问题问的是，请问什么险记去查头做乜嘅？这个女孩叫男孩去车站做什么？选项有关火查、打票、退票、赶火车、买票、退票。听第2遍时，记得在对话中找关键词。我的钞票都未好咧，记你哈曾讲，唔想出去了。我车票都买好了，他现在才说不想出去玩。答案选项有1. 关火查， 2. 打票， 3. 退票。所以答案是 Q 查头退票。